行政院伫今仔日公布内阁改组方案，有4位的部会首长会互换掉，其中呢，这卫福部长呢是由赵宗良来接。另外，头一任的运动部长是由这奥运2块金牌李勇来接。伊也伫咧面册顶头表示，伊会延续体育家勇敢去挑战的精神，要甲台湾的体育来定根发展。有句话说啊，计利当计天下利。我认为我们都是只求为国，不求名啊。回应外界关注到一个内阁人事改组，行政院长杜英台针对有16人的内阁移动特别点名，4位即将离职的部会首长表达感谢，包括国发会刘敬勤主委、经济部郭智慧部长，还有数发部王彦南部长，还有这个卫福部邱泰源部长，他们是为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。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少一点，我们这个都很自然的调整啊，自然调整。昨天不是还说办公室没有啊，我现在也还没打包。对离开亲像看甲真开，赴台湾进来最后一摆出席立法院调解党团协商强调表示，家己无管什么角色，拢会当为国家奉献。改造名单中，卫福部长会由现任健保署长赵宗良接任。现任疾管署长曾金雄担任处长，另外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兴接任经济部长，国发会主委会由前中经院院长叶春显出任，塑化部长由现任处长林基健接任。名单中也有体育人，原民会副主委会由前棒球选手陈其新接任。2届奥运羽球金牌得主李勇是运动部长。李阳李部长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，羽毛球选手，那也得到运动界运动迷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喜欢。那我会祝福他加油。运动部的困难恐怕不会比那个奥运金牌还来得更容易了。李勇也透过面册以标题新的旅程初心无变发文，强调家己袂一个人拼，相信专业领航团队治理。会延续运动员敢挑战的精神，就任了后，以落实专门运动，到伫基层培育等6大重点为方向，互台湾运动向顶面也向下面拍基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